奶鸡的产量即阵已经到尾段了，全台湾上晚采收的产地新竹香山区，今年因为小连续落几落天的大雨，产量只有过去的3成，继续也起码2成。果子树顶悬的奶鸡比过去减真济，因为最近小连续落大雨，今年新竹奶鸡的产量大减。看天食饭的果农感觉真无奈。减几半去啦，迄人部落都少你无看，唔知还好价。为什么会减量？啊，就雨水就无生啊，看我顶头的嘛无，头顶遐最重的嘛无。哇，好好吃哦，好甜。新竹市栽种奶鸡的面积差不多20公顷，原本产量有12万斤，今年只剩4万斤，不过品质无受影响。之前去年卖60未款啦，今年只了1万。今年卖90嘞啊，哎呀，今年代志少啦。新竹的荔枝呢，就风味上面不会说你一口咬下去就只有甜味，就感觉到甜味，它是会感觉到一点点的果酸味，还有一些荔枝的一个独特风味。它口感上面呢也比较 Q 弹。新竹市今年总共有7间果子园开放民众现场买奶鸡，采收期对6月底一直到7月中左右。爱食奶鸡的民众都要把上尾的产季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